防疫期间，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给大家讲笑话。如果人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咱分手了，你拢家己一个人哦？我这2天拢交无女朋友。无效，我男朋友拢换3个啊。因拢嫌我捌空你交往过。世界上上神奇的4项物件：第1，时间；第2，动力；第3，钱；第4， YouTube 的演算法。当初宣布学校爱停课的时，爽啊！毋免逐天去学校上课啊！政府宣布讲爱停课，停到歇热。我要去学校上课啦！跟着廖弟用台语念文章。歇热过，我就要升国语啊！星期昨仔，阁有人问我讲：你是毋是要读国中啊？无哦。我要升国语啊！我今仔日要来试看卖啊，用台语直接念我伫学校上的国文课本内面的文章。大家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跳水作者艾青对十米高台陶醉于下面的擒拿，伫跳板甲水面之间描画出冲洋的曲线，互青春去激起一片雪白的赞叹。课文赏析爱情的跳水是一首真有色彩、画面感的小诗。跳水者陶醉于10公尺下的一片擒拿，陶醉一时蕴含着对介意事物的投入。擒拿一时象征着人对美好的事物甲理想的憧憬。以期待跳水者经过不断的苦练，才会用伫跳板甲水面之间，以冲洋的曲线描绘出一幅充满热与美的青春奇画。最后2句以青春展现出跳水者的活力，以雪白的赞叹呈现出跳水者跳入水面迄瞬间的画面，以及众人的赞扬甲惊叹。全诗由擒拿到雪白，对曲线到青春，色彩鲜明，语言精炼。诗中虽然只着墨以跳水的迄个瞬间的情景，煞会用伊互人体会着。若用伊乐在其中的心态去追求理想，往往会用伊带来美好的回应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撮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来看。6日 Camber 每摆暗时10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注意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，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，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。領域展開。